阮讲出彼句话，感谢过去过年有一杯。你若问阮今年几岁，阮在讲花开的过程才是美丽。虽然咱写青春的尾，对伊也感觉歹势，只要有通予家己后悔。你若问阮当时要爬，阮在讲爱阮的人已伫身边陪，陪阮拍开心门来看今年的花开过，幸福啊，因为有你大家。有一种